心里，就像啊专家们啊。 小偷太好嘞！哎呦，红红楚聪眼嘞！啊，严重嘞，我做了瓜子啊！无呀，强苗有病了，听说我种了瓜子，真好嘞！那先转了，好汤来了。巧妙世界一分分，有双行的用团粉。今年啊，因父家己甲我创啥做好，慢慢的见到啊，也会真经变强下，慢慢过成熟公年的。听无摆哦，因用啥感情最好，有冇给发出讲的来，变人家的亲姊妹的喊卡亲。
上夜人是有，二夜人是嘛，三夜人是当天杀，四夜天命有落雨，作家了三妹，喂人啊！哎，作家了三妹。阿爸，嘿，阿爸唔看，春雨绵绵，圣诞歌全希望晒嘅，真好看呢。也就几日啦，像是书法快了，油桐花也三点快快了。伊个发係金黃色，伊個發係白色，衫呢係橙色，一層貼一層，真好看咯。玉天三夜拍满船，自归山里意义言。阳春新叶寒林秀，摘了残松又思甜。那么有认真就是了。要全體阿爸搞的啦。誒，阿爸唔看。天天有兩三年就過來啦。對呀，因為安排我係慢人呢，可能我說是呢。刘太公，海水哦，哎呀，就迄个对面山的啊，小波开，咱来到呀，讲了都万气候，有度到老太水啊，多咗点出啊，我不就好，上一樓拖半水里嘛，日日成龍來爭講啦，都安排呢，燒呀燒呀，哎，到了比滾水滾人下身，俺自細哦，生意啦，充滿人呢。鬼神咯，家家跟你嘛真是什么都好吧？哎，你听我小叔你細聲，冇混到的呀！聽我啊，聽我，你個小水啊，不能細聲哦。好，一片暖水水，一片煮姜湯，哎呀，看唔會冷到。是啊，那梗唔是啦，寒天出頭熱天表，誰不唔是雙有福啊，你有我做得咯，俺嘅對面山的，還有幾個後山的，俺看好，還一套一比滾水之中。按樣嘅，俺一準備都來好，我哋幸福就按樣嘅做。安排有我來到了山崗咯。哎呦，無辦法呢，出門走條路啊，落拍太馬出，那老古人講嘅呢，人心一般般，好事就一閃閃。你睇過啊，也比說好，好山好水好蔬菜哦。哎呦啊！按老姨夾夾，對面山其實後山咧，我幸好來啦。哎，小友，那下個山夫半條款，火炭是是啊，半條配山夫。太少啦！我客氣啦。廖太哥，唔係按你講啊，嗌都冇客氣了。來，莫神，日日，就計一轉，呢咁日就過啦。師傅，日日，哦。來，用馬桶啊！哎，暖心，暖身，來。師傅，日日，哦。安子細，安子細。唔會啦，來，你錯啦，太細太細。也未睇過，唔有乜點藝術相連呢？哎呦，一碗米大好下來，湯上頭，也就相有人開口就會自說。也是冇想到啦，係咪聽到泰國雙香啊？我呀，講下頭，小香喎，錯，我呀，我都望入場啦，我係一小波攤嘅貓頭，貓到入對面山嘅呀，樹木嘅長子孫啊，我來呀，稀有上攤哦，家下啲就香山嘅呀，起牙嘅水哦，我都李木成啦，你莫神，李木成啊。呢木蛇，捱按到彎落，捱姑娘按到燒香，要一個拉，一個寫成橋，係就係千石嘅妹，慢妹，慢來，錯了，望聽㗎，對面山還有幾棟後山，係人客家嘅冇。厝體家嘅就李木成啊，那我係有詩嘅哦，高山速啊，
保罗人客家人种下就如何？哎在，佢就四海太平了呐。嘿妹，万爱用来一样吧，他家就会呢度落身呢。小水暖好嘞，格格起安神子些啊！哦，来帮你丈夫，安子些哦，哦，以下将来大追股啦。安子些哦。哎呦，给哎，看到呀，谁唔係啲人咯。这神送掉哈重要啦。两金三寸闹连连。才艺之下，累了一身神隆隆给人哈。睇人啊！你問我呢部人下？爸爸，慢妹。爸爸，你看到阿妹老父亲我喊，买猫来看书咯。做啲冇。我上完啦，你真的啦。他聲音了哈。阿神啊！嚟點呀啦！阿爸，你前嚟做乜嘅呀？睇死我！阿爸，有啲去乜人啊？人客啊，年黑，老嗌落去比頭，比頭。去哪裡嘛？哦，哪里馬？哪里馬？阿神。小巴，你都記得嘛？一間落去死神嚟咯。哦，係啊。等一下，俺也有手续呢。唔是啦。小水暖好嘞。後生人，四萬嘅社會水，唔是啦嚇。四萬嘅山水啦，冷水匆匆啊，就做人啦。目光開朗，水出誰好嘞？那今天誰要水？我混到了。安子生，安子生，安子生，安子生。有的。安海水多一身，有黑水多有黑暗。
不爱的来。孩子谁哦？歹势无小水咧。漂妹，迄款要从江水来。哦，好，呀，不然，唔是啦，俺去搞乱就走的咧。两个开始啦。哎，上班啦。真给他督促，真给。阿哥，这种代志咧，用来天数。去迄笔头的啦。无相关啦，来来手做的咧。好啦，你呀，手势松松就好。眼里家乡好笑谈啊，到了有喜伊家是。托山西身真歹势，想起阿妹嘅交谈，眼里家乡好笑谈，到了有喜意。是苦穷强，做人为是苦穷强，随遇而安，随遇而安。我嘿，亚散坡哪一本名好？
是啦，不是啦。推推就好啦。出堂堂说这什么？什么？我呀，也睇乜嘢啊？阿爸冇話唔講哦，冇啊，只不過喺熱下天天。但係對散小貨攤嘅調價。哦，點樣散呢啊？係啊，强亮国语啊，通过四下马老鼠诶，刘太公，今日你是太强罗高呢？哎呦，相逢只是有缘啊！你再不讲，这边都爱会排泄哦。啊，错了，王头家，扶上哪位啊？係我熱場就做得嚟，我呀廣東外英語，擂台做多件啊，天師台了。我是男人的啦，又係廣東家業做幹嘅咧，按講起來，按真紅響啊！錯，你同樣我嚇。現曾愛見有我見，亦叫他鄉戚故鄉。講得好啊！那你講啊，係實上係有風格嘅一首詩啊。富察正氣多甜甜，強暖清寒天又甜啊！萬愛曉亮意。蘇黑散府法黑玉，各言各懷點神仙。要嘅細阿妹誒，都嘅是按後堂。我係會吐司，唔知有幾好。哦呀，慢妹哦，很聽哦，劉太公啊，看來人都是去讀書人哦。啊，哪有，注重家訓，強講意頭啦。啊，弟呀，就係吹下來慢妹啦。人講啊，慢叫叫，冇是這哦，冇重要就變白哦。奶油啦！不要講，你可莫慢講，主人嘅菜啦。劉太公啊，你明日做得來呀，抗議還做得到呀，十番大嘴鼓，真嘅變咗邪啦，下家爽爽嘅。哎呦，阿平妹，因為三父母所謂事情無所謂，係死哦。劉太公，莫罵佢，我要到小報他的人，本帶三父就會無所謂事情。一路古人講啊，烹煮1800，唔是看人報攤上多盤。我要到我三父一戶啊，就表示講我要做事一生啦。有樣哦，火炭四度拍，天有會落山啊！真件係胡嘅愛胡，拍嘅愛拍，胡嘅像火炭，拍嘅像搖銅花。阿仔，胡嘅愛胡，拍嘅愛拍，跳大舞，搖胡也搖拍，藝拍得面神奇啊！阿 Sir，你要嚟講一句啊？我愛胡，各位拍嘅就拍啊！哎呦，慢妹，亂講啦。不給愛胡，拍給愛拍，不給窮某必思，下到拍之後，拍給油頭髮，從夜線。哎呀，慢妹啊，搖頭歌數啊，講嘅就係無傾樣，嘅人飲加晒。大人，結果嘛咧呀？你講啊，胡嘅槍，神主拍嘅槍人啦，做得啦。哎，胡嘅愛胡，拍嘅愛拍，呵，胡嘅愛就木主意，拍嘅就木主拍。阿仔，胡嘅愛胡，拍嘅愛拍，胡嘅像暗夜，拍嘅像夜光爸爸老神呢，一念。上班啦！阿現在出嚟啦！劉太叔，佢怕坐低來生啦。我愛你規矩，你就係你。
俗事。连落水前啊，总得做些时间。风头家就拖了些阿哥来木卡，吃饭啊，打嘴鼓啊，喊听咯啵。俺嘅妈妈呀，嘅面圆圆，笑条条，气有年年，就係嘅無傻傻嘅臉冇什咩啊，佢咩面圓圓啊，佢笑甜甜，你氣有年年呢，就係。难咩人讲的啊？总下是港中的事情，还有小火炭哪去难买的事情，人家的富人家，奈谈的什么嘅？遐个季节，用西书法开咧，连油桐树没下得开花咧。是。
叹，是苦来又两难。来呀，一家来，好，上，走，上。莫言呢？师傅，爱弟啊，迄唔系安尼，长桥多面，为班长以后，怎做得可以啊？哎呦，木神啊，哈，有认真好哈。来哟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他甲准备下来拜太阳公。哦。拜小凤坛，一刻停地再开业，希望太阳公拜。做人无忧那样的顺顺时时，笑出千好的凤坛，爱至死，拜爱至死。哟，还开到嘅做嘛？卡卡系哟。呀哈，来开业！诶，下我定解下。哦，哎呦，一到剑嘛嘅剑，吓，一睇话睇要耐心叹有气唔好，鸟中的小车好看咯。只能卖出便宜的价钱，出摊了钱，再闹摊钱，好修补呀，百岁眼神寒。外边，凤香嘛外边，每日蔬菜的体型、土质、足够重要。我做一百个点嘛，心爱菜，天天来看，天天来感受。做人小摊也好，青葱要做的是爱菜。
生活，主爱稳稳嘅地台，是不作声，情有尽人间，有生家领入嘅心。虽然有时，但是不能停止。去看一个老生的伤心，度过日的年，稳稳嘅平台。辛苦上战业了，那很疲劳不？疲劳不？疲劳不是好啦！哎呀，来，大家留緊報攤撞啊嚇！點解下吼？這個老師呢層，表一批有幾多？陸神啊！哦，來，老師傅佢下來留我送報攤啊！好。我盲雞啦！一鑼鼓人講啊，生人以後再萬人一定，對冇？對，好唔對冇啊？冇呢？哎呀，師傅，下禮拜食貨攤有貨本案嚟做，好嗎？哦，當然好啊！來哦，大家記得下，下個月啊係荷蘭股來做貨攤。我成啊，下個月師傅帶唔出，也搞唔到，我讓佢搞波，讓佢同人講家事，一傳起學問啊，我多看多談認真學啊！師傅，我聽跟我。師傅以前賣報攤啊，全部把喺行山路出家看。老古人講嘅呀，上山大路唔理開出去看，買槍也就按後面唔拖啦，唔在啊！陸神啊，師傅，大哥講，唔係做得出家，學會喜有少部分，注重得出師嘅。師傅啊，也做得同人家看到嘅事來幫助啊！好，唔一定要中央喎嚇，係。來，好啦，唔好搞到強高板啦啊！來了，賣攤錢，賣攤錢，六千手攤難上做，滿面塵埃也不剩了一重重生之路。賣攤錢，賣攤錢，六千手攤難上做，滿面塵埃也不剩了一重重生之路。賣攤的前頭收益，賣攤的前頭收益，身上一雙條眾生。師傅，唔通嘅係乜嘢嘅事啊？
第一人买汤讲呢，哇，师傅，没晓得吐丝哦。强干一通。老古人讲啊，不爱龙头，人爱灵通。手摇灯泡的时间，是教我前头的条路来做咩？又面对到咧。阿爸下走啦。系当然咯，阿爸。来来到，来来了。当冲我，高满河南。张牛嘞，冲过啊，如果满坡南，也冲过到青蛙哥，满山走南。满山满梁嘞，祝黑过南。过我，要不就能唱个屁啊！阿爸，另外有很多人要申报吧？还要申报的呢！来，也係真笑出來啊！天片嘅歌牌，天秋嘅送到嚟喎，按部就班啦。哦，成個班長有甜嘅，冇使啦，一計拿落去啦。好，阿成聽書下。阿爸，好湯小好貨，好貨做好了。阿妹，佛台送來了。原來比較行嘅，來。七月秋風起，八月秋風涼啊！人講啊，18行路透太氣啊，身體康健18年。廖太保啊，人嘅無為數好啊！操啊，今年嘅數殺鳥啊，有好生啊！高工時節啊，這天亮都無塌，走上走下，又係國無西講，又係四天長陽，出門卡電火，入門單一講，真係會開心人哦！難怪人講啊，日秋處處變變作夫。廖太保啊，有飯好食，有田好做啊，記住好地種咧。一老古人講啊。10天10都7年半，太陽襯衫開火台，10天10都處處都太陽同日暗插波咩？係啊，你莫失足亂無蠻多，定都失足來啊，愛足古了，來足古了，歹勢哦。李木成。歹勢。小貨攤為難為苦嘛？唔會，歹勢，你真好就唔會哭，你真好就唔會哭。李木成，有一條做嘅貨攤，我咪到哪？哦，忙呢，歹勢忙呢主要啊，富口用袂總啦，也賺
我买到条分。师傅讲啊，无买本父亲嘅总盘送哦。歹势，这只现嘅拖拉过来知啦。好啦，虽然啊，为大夫家就要差钱，不过啊，买到爷爷家事也好呢。有几远啊？台北啊，台北。台北啊，一台拖拉鼓来到了，佛坛一路一路蹦松跳，蹦松跳，马手他很反复然后跳加就大。送路去，看阮这见得很多路，好威风，好威风，扬得山东，本应深情一送，一路好，跳加高爱打算盘做生理。一送伊，一下唔去死，一去求经验，一下伊送是去一推一翻球。看佛坛变洋钱，佛坛变黄金，阮阿爸阿伯老全家庭不过得好，从早起家嘅事业老味咯。你冇食？还好，做得去安院嘅素菜。一年多条小货摊，妈昨礼拜去台北。俺有老师傅讲过嘞，下礼拜小货摊呐，有货本俺有做，俺去做得起家重要，俺就做得出事嘞，结果啊。结果唔就爱忙奶去小货摊，我愿意，叫多不下，我做起唔得咧。唔会，你又要按样讲，歹势。大都要懂好啊！你看，后山、后水、后凤宫、山中莫拉年，寒清不敌年。好啦，莫笑爱啦，爱莫读过书，爱真言清薄，晓得读钱家诗呢。钱家诗？唔要懂会啊。按套意思时，向下来吐，好吗？从管行，从管行，全家去何处？全家去何处？赤处采房头，赤处采房头，停船参加门，停船车门，恐怕系同学。恐怕去同学。唔会啊，要实地路到底系嘛个意思啊？还是，慢慢，要实地路系嘛个意思啊？也是迄个有一个顺家嘅姊妹，看到一个顺家嘅细奶嘅，佢两啥？佢两常用的，佢两啥？佢两常用的。佢两啥？哎呦，唔出架托啊！等到唔托地咧，做咩地啊？也个善家的细妹
家的西来上来请思维，佢出做头老散的唱歌去，上会发款几老的讲法，又讲几次都爱黑不打不起的什么诶，去调试我嘅，我不卡带到房团，伢老婆懂那飞啊，哎，亮啥？会係同鄉咯。你講爸爸，就在萬來萬天嘅天堂。你講爸爸，糖多也發快嘅山。十幾位也發。用在江台上，向下來做伴心思，來疏通。接下來嘅時間，我出去聽啲阿妹都做下無限，我有呢個行其他條個乜嘅法，唔過都按補條水我嘅時間，嗱妹，除非攞呢木線攞幾公嘅法，而唔係食谷本硬糖。細細嘅鏡台，阿妹嘅鏡台，細細嘅鏡台，奶老媽妹翹肉嘅鏡台，臨睡前鬆開太嘅記憶。向下來做伴，心思的疏通。流年當受陽光，也係細阿妹嘅心肝肚嘅夢，一縷縷嘅風流眼不一樣，風吹來翻要夾啲詳細化，一係要同化，記住對你有意思咧。
叶天行。向行哦，三望大兵切边境哦，快看哦！一拜天地，一拜公好对待。啊哈！有天生一对好人缘，永驻钦佩好友，身体康健太长且。阿婶啊，都太牛，小牛。妈妈呀，终于是可爱呀，这个。是龙心牛来饮酒，好好长长久。一太高一家，满面来生满夜酒。太太就是丑演员，太太自说出感言。茶盘烟烟，茶底层层。茶米层层，心中有兄弟，雄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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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阿弥陀雄鸡。
杀一记那起身，用足富贵向用靠，用足富贵向用靠。做嘅咩？哎呦，慘在哟！慢妹，你呀做嘛？哎呀，好衰啊！哎，衰唔得啊！哎仔，慢妹呀，哎仔，哎呦，一睇就一講哦。那年啊，老幾錢啊，好老公哦。冇問題，我也是轉行嘅，來，我也是看下書上啊。哦，用啊！好名聲，冇問題。叫你太太出嚟，冇問題，唔是誰啦，哎呀，什麼經嘅啦？不是誰，快走啊！拜託，哎，啊，我到咧，好名聲係嘛？冇問題啦。真嘅冇問題啊！這是有啲少冇問題嘅。啲咩？你唔會逢到我。人家聊下講面哦，透前嘅理想比做天生還卡巧誒。親戚朋友喺啲阿神講誒，對北公廟拜到祠堂，經田公、經阿公婆，還有記到我嘅舅公、叔公、姨婆、叔婆嘅阿神哦，所以咧，老實吧。那麼你經濟基礎懵懵嘅你，什麼幾邊嘅手勢手吹咧，天都係慢摸誒，從頭到尾清無痕。太陽光。四地楚歌。
成功咧，大家好唱咯！球呢，就让平我强用，你细细时节本人难来，让我开太年就紧张嘞，喊白啊，绝对无来无去啦。姑嫂，你都幸福几年，你都冇看到俺爸爸妈妈呢，什么嘢就会按样你啦，缘分、缘命，照顾了个福卡。阿妹，安总，你又唔在去帅呢？是啦，做下嘅事情哦，来来就好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老娘爸爸娘妈妈参上好，说明俺就冇在起来，过2年，像阿婶托你在起待2年，好冇？阿妹2年咯，好冇？安子说，哎，俺客气了呢。俺从6岁来到呀，根本你总算系了解你嘅。嘿，你讲那么个喊得法？你本来啊就系俺哋了解妹啊，而系慢妹好姊妹呢，奇怪咧。好啦，基本以来无害，来做彩头拜，好。希望台从你爱抚我，一共喊的名，做到麻木，自家娘来轻轻，爱个嘅好藏舒适，千万个。
眼淚超好。好。董姐越懂啊，手谢亮条光。董姐過後啊，天時又寒又潮，一年冇吹公年嘞，布條後面有青島愛無限。慢妹哦，事業做等些，但強冇做，見看的，山的機片，我情感都出上，跟你冇些愛無限，還會有時間過來哦，冇想到。给你走神，人家去好处，敲出采访头，天煞悄悄问，又怕黑头球。李梦辰，慢妹，啊，阿嫂，阿婶嫂。李梦辰，啊，我過年嘞，你有冇有時間過來哦？哦，就係會過年咧，我條家特別喜愛開貨攤來，同阿爸妹過年好用，入貨攤啊，喜愛天擺燒出來嘅哦。真嘅，驚去做地出事咯。師傅講啊，我做得很不差呢。有嘅愛胡，拍嘅愛拍，有嘅從亞條愛成樓貨攤變到做下希望。哦，太死啦。好啦。阿嬸嫂，你要他講法後，真經有睇人用嘅呢，啊！是啊，一下喺捱真見阿嫂，阿嫂講法當然我要阿嫂用啊。錯，好呀，夾去。好啦，你點？好啦。你莫寫，啊，那用是愛轉去，那叫會轉來啊？哦，我等一下就會去查條搜查咧，為到檔案，真正嚟到屋卡，過天年10夜班，真會轉到呀。佢哪要本錢家是這樣，本去查到紅頭，人家拜轉來，真都還唔難。唔是啦，我冇讀過書呢。冇相關啦。好，阿妹啊，佢從簡學而歸，佢寫阿妹嘅問題，娘嘅故鄉在哪位？嘅你先嚟講，假年叫講水，來去叫講直，同氣從晚年，神色不守神。姑嫂，佢哋用啥去同鄉哦？係啊。奇怪咧，佢飛機講，老記些時間冇相識，又係嘛個意思啊？哎呦，你這個凶啊！你聽聽誒，出鬼底啊！哦，慢妹，我要不轉去，我想會老我爸、我妹講講嘛嘅？講我付唔到茶咧，講我屬是一個，哎呦，一個當下吐死嘅死阿妹啦。係捱喎。哎呦，等我進來，捱真亂講啊！等我哦。
路共发。故乡的日光，是阿爸阿妹开发过的路途。照亮彩年的一路彩花，照亮老的年华老铁爬，照亮明年树下的水泥浆，照亮咱心中的火把。随风流淌的小草。娘喂，娘为爱你，娘为爱你。
今年上夜班过后，慢慢就开始伫个等了，等到天穿日过，一年没过去嘞，3年、4年，向西树花开嘞，连油桐树没开花嘞，我连一时嘞立木生嘅消息都无。有一年班主编呢，佢在辅导中放在嘅立木生，佢也来嘞。慢慢30年，新冠到嘅副主，就像蒙沙烟堵到呢條，一係就散體嘞。立木生，哎，阿婶叔，哦，慢妹，立木生，哎，你為人叫我來？歹勢啦，這年初我調價本期嘅老朋友拜託到，故說我也要先去夾幾片天數，都前6年張準到呀。其實我事情都還忙做體，我替迄老調價講，未來番茄價時，佢將係我過來。唔想看咯。唔係啦，我係想講，唔要去看啊。誒，奇怪，啊，我不用到調價幾片嘞，還是我要他準起錢。唔是啦，我全部做俾佢嘞，唔係講很想看，看到，整個版本嚟啦。哦。你嘛噶？看就對啊，看嘛，夾夾。自豪。慢妹，佢從關行離尾係嘛個意思？我慢慢地理咯。紅係從關人，上色不相識。從來哦，就唔是有你送埋嘅東西本來，冇想到，你小富攤嘅寫來嘅，富有愛富有嘅心思。愛從細啊，老阿成鄉下都睇，見咩唔睇唔好，就佢人老實，花又少，唔會同人睇細場。不過從來你冇對愛富有。我記得有一年，對面山嘅油桐花開到鐵皮漿，滿山充血。阿爸問大家用嘅形容較好，阿妹講像滿山嘅拍好嘅，我講像田那嘅拍嘅。慢慢啊，有讀過書，講嘅手無強樣，結果何處心為迷為路，漂落長城也繁星。冇想到阿神哦，阿嬸我講嘛解啊？結果仲係滿條嘅出條拍線。你又講用咩按用講法呢？幾有事哦！睇家就知道阿神個吐掉嘅時候，佢哦真係係你牙打虎。慢妹，我老唔講哦，我條擺啊，去天書嘅阿伯，阿伯背有一大片嘅油桐樹呢。有一年啊，一群動態群嘅拍好嘅，避過來，做地。
人讲好嘞，我爱就吉3人去到900山入片，我爱这家翕罕药嘞，唔知也係嘛个意思冇？也係為去東京，係嘛？係啊，係講啊，愛去做的這家翕罕藥，愛就做得出事嘞，愛就做得，佢拍開，外邊都愛。風吹你在心底，仿佛拍空萬樹海。山當中悠悠同樹，自由拍空比過來。愛就係給觸送掉，用伴出離來，我就天意笑嘆，航跳天邊海內。能愛談到一個故事過後，初中變到啱我依3年，係講有人講到拍好嘅也係如童話，佢就變到無形無聲。媽妹，發生乜嘅事情？你講到哪所堂啊？佢本來講，做冇卡嘅事就愛講，佢聽從我老爹媽講咪講，萬年我喺集福房嘅拍咧，小熊何時定係隨便3年兩眼台，你是5年談1年，不生經驗，卻比我。山色映寒空，蒼茫赤月東。
开明成建议，共怕愿闻佛。阿爸，可以哈，安尼做得无？然后，你呀，那还心情很好哦。嘿呀，就是因为有你在身边呐。听众诶，今年记得三条。哎，你现在啊就安泰了。哎，这两只妹啊，讲唔久啊，明年就好落去了。阿婆，唔乱讲啦，老阿爸身体还动钱，冇得事。像18岁嘅讲什么，又总会讲的东西的事情。哪个知哦？啊哦，哎，这龟山啊，拍细细的油头发嘞。啊哦，妈妈呀，你看，今年的油头发很长哦。摇头狗眼气，你也是尽头。爱迪 Q 不猜误腹中。阿婆，也是重要嘅提倡糖业，係咩要透過？哦，很强今朝用眼神透視，就老娘姑頭擺重要，又聰明又等下，慢慢聰我啊！我中意你阿姑。錯啦，韓國清教乖，你哋好難男仔啊，慢慢嘅見到啊，唔點嘅錯咧，我想吼，聽說佢條身咩生癌啦。妈妈呀，唔咩生意咩三萬年啊！哎，你老你講啊，nhà姑姑細細時節，然後你爸爸去山東做這個狗呀，本應對啊，nhà姑一腳唔方便啊，你nhà爸爸好瞎的哦，高鐵去呢。冇啦，冇一種事情啦。哦，也件事情我哋未記得。係咩？平時行起嚟聽下嘅老媽媽家做嘅，媽媽下到佢一輩穿硬定嚟嘅。哎呦，嘅事情仲要點講嘅啦？韓國，我啲唔係冇禮貌嘅，我係都是說我哋都係關係啦，媽媽唔講啊，唔看，媽媽冇講法，就係安尼啊。可以啊！啊，年逢之際，也攏可以當做你不去歡喜哦。好嘞啦，平時啊啱咧，東西叔叔啊，快做咩啊？好，現在哦，牙姑哦，先做搖頭髮，聽講我記得去愛記親像嘅搖頭髮，用到風水當空，送份牙姑哦，本期好好看一下，點冇？媽媽，過2年將來看你啊。上你阿爸阿妹上本田那一下啦，不过这天暗暗。
你不应这样讲咯。哎，你就讲你要艰苦咩？你老妈妈呀，空都几片啊，就看漂妹老阿爸阿妹男都跳下就个叫阿婆，那就系脚先咯。哎呀，你老妈妈老漂妹男来，系唔系穷自私啊？漂妹也辛苦啦，又怪口又散忙，从来就唔是兴趣啊。係咩？我哋要你咩？就这样操心人啊！操心你最操心你啦！哎，今日阿姑都伫咧讲马街啊，马街就袂讲啊，姊妹就袂讲唔提嘅吧？哦，袂讲到阿爸么？哎呦，有我啦，驚怪人去冇打講阿婆。其實我看都唔一樣，講馬街哦。所以來到了解，兄弟嘅幸福。头不考虑啊，哎呀，容易崩掉了啊！哎，向阿顺土地阿只婆夫卡低容易，好冇？佢記到全部做伊播下就存係兩三呢。啊？像細妹啊，你驚個老二死佢啊！笑條，老叫我慘到一樣笑了。阿婆，你條都俾講馬街啊，用阿聽咯。nhà đó真見啊阿婆。其實喂，政府打簡單咯，冇挑到了。哦好，阿婆，你來轉咧。家姐強命好利生，那天風衝日上升，江通天梯用沙塵，依舊高年錯無意。大師，請問一下，唔對有熟悉嘅揾到劉友健嘅人嗎？劉友健？啊，請問唔係？啊，係安樣嘅啦。我說4個年前有熟悉嘅揾到劉友健嘅細妹誒，然後佢借一本書，到一下都係麻煩問佢呢。nhà số係乜嘅名？哦，我說揾到李木成。啊？
强建设哦。娘嫂，你冇使你大回来，见到爱叫无来，见到爱叫无来，又爱叫无来咯。阿婆，歹势咯，阿嫂，10多年前就过身嘞。伫头摆，天南铺嘅心出所做些，嘅内属嘅差会变态，就老记早死嘞。我也着天涯嘅正条下，有请到一本请大师，当国有写嘅刘有健嘅名，人想讲吼，也伫度应该还有嘛个故事啦，故说。也几年，我有闲的时间，我就去阿嫂头摆做些嘅比赛，去问去请，怎会请到呀？请问万年去刘有健啊？我想要攞一本书带问去。刘有健係乜人啊？刘有健就是廿姑啊！嚇，講牙姑咩講成少講嘢咧？啊？还是阿婆，还是什么也得照顾。什么也得照顾。还有啥呀？阿公，那时候头摆，我就跟对面山做事啦。好，我想要去看一下。妈妈，你冇上来看你咯。妈妈，你冇上前天来看你咯。幾錢幾來咧？你冇記得你啦。采访天顺参加门，参加门，向怕黑头，黑头桥。黑